有感疫情期间，人民的生活受到冲击，社团法人台湾普利关怀协会这次特别发起关怀弱势活动，准备了白米、面条、食用油等生活物资，要来送给安平区的弱势家庭。活动期间，由台湾普利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慧芳、执行长张英山以及协会志工等人的大力赞助之下，将爱心的物资送到弱势朋友的手中。旁边还有水可以给你哈，来拿一下，谢谢哈，母亲节快乐。我们普利食物银行哈举办这样子母亲节的活动已经是第7年了，每一年我们都举办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肖区长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安平这边来举办这个活动。我们感谢很多的企业家来赞助我们每一年的活动。今年呢，家乐福呢送给我们每一位呢来参加活动的人一个蛋糕。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呢，能够赞助弱势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，我们的企业呢，虽然本身生意都受到伤害，但是还是没有忘掉我们这个弱势，让我们这些工作的同仁都非常的感动。政府资源有限，民间爱心无穷。安平区长萧泰华对着普利关怀协会无数的爱心奉献，表达万分的感谢。今天感谢我们普利关怀协会哈，针对我们这母亲节这边办一个活动哈，然后他们咱普利关怀协会哈，一直以来哈，除了办理食物银行之外哈，他也办的到每个各区偏乡地方去做善事哈。那今天选择在我们安平区这边哈，好针对我们这些长辈哈的办一个母亲节活动哈，好让长辈可以感觉到我们社会处处有爱心哈，提升我们社会正面能量哈。底下感谢普利关怀协会。除了捐赠生活物资，协会嘛邀请价值单位一同做爱心。参像是家乐福就赞助了母亲节鸡蛋糕，还有义诊以及义诊的单位，种种的大型安排，也让这场孝感5月天的活动更加温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